嘞。妈妈，可以了。OK。哦，谁我。Our sandwich fillings have many kinds. 哦，三明治底肚啊，撩懂豆哦。哦，真的很多料啊。嘿哦。好，谢谢。吃看看，帮我们介绍客人来哦哈。好。安子谁哦哈？安子谁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客家炒肉，客家小炒。哎，那三明治底肚撩懂豆哦。Our sandwich fillings have many kinds. 里边都有猪肉啊、油鱼的呀、芹菜、豆腐干，很多料就对了。我问一个，一个，想吃一个啊？让妈妈。哦，三明治客家 Q 米的客家限定版。哈，我一份。等好哈。要一份。一份对。 OK，还按多啊？好，没问题。哎，那三明治底肚啊，撩懂豆哦。撩懂豆哦。哦。Our sandwich fillings have many kinds. Yes， 很丰盛的，Very delicious. 懂好食到哦，听说为了请咪，请咪哦。对，让你回味再三。OK， 起拔叶的嘛哈，我跟你讲，起拔叶都是要温反挑粉，沾花生粉最好吃。不要只在旁边看哦，来排队，不要客气哦。吃啊。开放试吃。很好吃啊。来，很丰富。客家的起拔一定香。哎，那三明治底肚撩懂豆哦。OK， 哎呦，太忙了，忙中有错。准我了哈。天，对，很好。来哦。Our sandwich fillings have many kinds. 嘿哦，哎，那三明治底肚撩懂豆，客家小炒尤其推荐哦。但是如果喜欢吃甜的，起拔的温挑反挑风的没以后哦。来，安子这哦，起拔的是不是？哦，保证你吃得韩国过了请你。OK， 哎，那三明治底肚撩懂豆哦。Our sandwich fillings have many kinds. 哎，那三明治底肚啊，撩懂豆哦。撩懂豆哦。哦。Our sandwich fillings have many kinds. Yes。